后来，这个台湾的后山看起来是生意强强滚，但是台北的旅馆甲饭店生意就歹咯。讲这个桃园病院事件一个爆发，真侪人来退订，这个买价甲订房率拢落几啊成。那这个旅游业随着疫情中心昨来宣布讲危机解除，哪像有回一寡转来。 人客试食食甲真欢喜，过去台北年货街路真热闹，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取消，排队的人变真少，搁过几工就要过年啊，含台北旅馆订房率嘛参加喜咧咧。疫情关系，所以变得有点不敢出。有一点。比如说从小年夜开始，住房率就会缓步的下降，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50%左右。 桃园病院烧化感染的事件一直传，民众惊甲唔敢出门。疫情的影响，业者拢来杀好康的，不过生意共款真歹。饭店的业绩和过去来比，买价订单落3成，订房率嘛落5成。虽往北部订房间的人少，不过东部旅游敢有兴起来。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桃园病院危机解除，民众嘛较放心，敢出去路口拍拍照。 所以我们现在原来有延期的或取消的那些团体或者是个人都又重新回来订。疫情影响到旅馆业者的心情，不管安怎，防疫拢爱先做好。过年出去路口嘛是爱注意，较袂去无细哩摸着病毒。